嘉义县今年头一摆举办嘉义台语季，规划要到60场的活动。除了要推广台语，嘛甲在地文史团体合作举办走读的活动，希望互民众亲身去行踏，了解地方的历史甲文化。张振通后来去嘉义市开医生馆、开诊所，伫嘉义市发展，所以伊带啥物人呢？柯世元，嘉义市的市长柯世元。行读的队伍伫溪口乡内底走访一寡有历史意义的所在，行读的过程拢是用台语绍介，希望互参加的人除了学台语，嘛会当入捌地方的故事。虽然我对台语没有很认真，可是我就是尽量听，然后觉得很有趣。听迄个黄老师讲话啊，吼，伊感觉伊真正是对咱溪口真用心，所以会使学溪口的历史啊，讲到做深的，嘿，搁做生活化。实在是台语季的工作团队配合地方的文化工作者，伫嘉义县溪口乡的旧街啊，用故乡起行的主题举办行读活动。在地一寡老店看到有人愿意来了解溪口的历史，嘛拢真欢喜。你们有来，我们就有一个生气一点，活泼一点，比较不会老。较好啦，较互人咧出入啦，无咯一寡少年的拢无伫厝里啊，拢全老的尔。咱这居民呢，看到遮侪少年呢外地入来，也真正欢喜，会感觉讲，办这个活动会当带动地方的欢迎。主办单位讲，第一届台语季计共有6个主题，将近60场的活动，有工作坊、地方行读讲座等等，全程拢是使用台语，希望互民众好好感受台语，认捌台语的水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